睇房時間，官方報基本房間面積為16平方米左右，房間設計採用居家風格，而且分布擺設非常合理，所以完全感覺唔到空間不足。雙人床係普通 size 嘅雙人床，舒適度合格，床頭位置設有充電插位，但只有其中一面有提供。電視係普通數碼電視，有 HDMI 插位。最驚喜莫過於浴室空間，竟然空間都係非常充足，唯一遺憾就係不設浴缸。毫無疑問，呢度又係一間比我想象中更好嘅酒店，整體嘅設計簡直合理到不得之了，而且睇得出有經過翻新，我個人非常推介。